火烤才会现形，上面有像是水果的气味。啊，要用火烤才会现形。不管怎么样了，就先用我的打火机。啊，好像浮出了文字。唔知係咪真嘅咧？不如我哋都試下。好啊，好啊。2,000 years later。原來係真嘅，但係唔知當中係咩原理咧？因為檸檬嘅汁係酸性液體，檸檬酸。當檸檬酸搽咗喺紙張上時，會同紙張嘅主要成分纖維素發生腐蝕反應。當我哋用明火去燒張紙嘅時候，纖維分子中嘅蟹竹時發生脫水反應。具體啲咁講，檸檬汁入邊嘅酸性物質會促使纖維素等有機物中嘅雙磷碳原子上嘅蟹竹時發生反應，結合成水分子並脫去。除咗脫水 dehydration reaction 反應嘅進行，有機物分子嘅 carbon atom 相對含量逐漸增加。檸檬汁中嘅有機物 hydrogen atom 同 oxygen atom 以水嘅形式不斷被脫去。當大量嘅 hydrogen atom 同 oxygen atom 被脫去水分後，剩餘嘅大部分都係 carbon atom 或者一啲含碳基團。呢啲物質會顯現出黑啡色嘅碳化狀態。同時，檸檬汁入邊嘅果糖類喺加熱過程中都會發生同樣嘅反應，因為佢都進行緊脫水分解，然之後碳化嘅現象。因此，當我哋燒完張紙後，就會產生我哋當時寫出嚟嘅字。酸性物質就係佢嘅秘密武器。咁我哋下次寫紙張嘅時候，就唔好再用呢啲酸性嘅液體啦。如果唔係，你哋嘅秘密就已經完晒㗎啦。Tung sahur. 加上厨具，廚具。我今次淨係點一下，搞5下。都係味道。